你知唔知喺香港做學校行政或者財務，每個月要處理幾多繁複嘅會計工作？由最基本嘅日常傳票入數、銀行對數、支票管理，到每個月嘅員工薪酬、採購入帳，每一樣都絕對唔可以出錯。有冇試過為咗整一份津貼報告，搞到財務同事要瘋狂加班？又或者因為人手對數出錯，搞到頭都大埋？其實學校請人已經好難，點解唔將呢啲繁複嘅工作交俾一個專業嘅系統 ？EDAC 學校帳目管理系統呢套專為香港學校，由幼稚園、小學到中學量身訂造嘅會計管理系統，就係為了解決你哋嘅痛點而設。中小學版本，中小學及全校通用，日常會計與預算管理，全方位會計管理。無論係日常傳票入數、收款、付款、銀行對數定支票管理 ，EDAC 支援現金、支票、銀行轉帳等多種方式，錄入簡單直接、多層次預算審批。支援部門級別預算設定，由科主任、組長到行政層面，層層審批邊個部門超支，邊個仲有餘額，即時查到，一目了然。幼稚園版本，幼稚園專屬亮點，日常支出管理，學校可按教育局規定設定校本比例，清楚分拆支出，一件到位。政府津貼每年都要調整 ，EDAC 有專門嘅 EDB 津貼年度調整功能，只要配合學生人數統計，系統就會自動幫你計算津貼金額，唔使再人手逐個計，啱晒幼稚園嘅行政需要。每到年結就最頭痛 ，EDAC 可以幫你自動處理結餘、轉帳同期初支票錄入，好似試算表、會計帳目、現金、銀行帳簿、部門收支報表等，全部一鍵生成，直接交俾教育局或者核數師，清清楚楚。再俾多4大亮點你：一 Excel 批量導入，大批傳票數據唔使逐筆打，一 key 即入；二多層次權限管理，管理員、會計、普通職員各司其職，邊個睇得，邊個改得，全部有得閒。三15種打印模板、支票、信封、A4 報告，全部預設好格式，攞嚟就用。四 AI 銀行對帳，引入最新 AI 技術，幫你精準對帳，減少錯漏。我哋用實力講說話，全港目前已經有超過400間中學、小學同幼稚園用緊 EDAC 系統。如果你所在嘅學校仲用緊傳統人手處理會計工作，快啲聯絡我哋啦！歡迎預約一個免費嘅網上或者親身演示 demo， 睇下 EDAC 可以點樣幫你哋嘅學校全面升級，減輕工作負擔。歡迎喺下面留言 inbox 我哋，或者直接致電我哋嘅熱線。多謝收看。